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Black Rose Barber Shop 嘅 Lock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 Russo 最新推出嘅髮型產品金珠。今次 Russo 推出嘅髮泥金珠係同美國 Mike Cesario 喺2019年成立嘅一間知名品牌公司 Liquid Death 一齊合作而成嘅。呢款髮泥唔單止針對個人造型上嘅打理，如果你追求嘅係整體形象，可以喺打開盒入邊留意蓋入邊設有一個 QR code， 只要打開手機入邊嘅相機功能一掃，隨即會有唔同嘅潮流產品提供俾唔同需求嘅你哋去選擇。依家將會示範用金珠做出嚟嘅效果，使用上非常方便，只需要用適量嘅髮泥喺手掌度搽勻勻，然後將所有嘅髮泥搽均勻喺頭髮上面，令所有頭髮都沾到髮泥。最後根據翻個人嘅需求去進行造型就完成。不論你想追求嘅係正式場合嘅造型，定係休閒嘅日常造型，呢款髮泥都可以輕鬆應對。金珠最吸引嘅優點，除咗係強力定型效果可以持久保持髮型不變之外，重點係零油膩感，等你可以隨時隨地保持清新嘅造型。當產品係自然乾咗之後，你會發現髮型依然係持久而不失自然嘅。俾多個貼士大家，如果大家平時有做開運動嘅習慣，可以將金珠喺頭髮濕嘅情況下使用，用吹頭嘅形式去直接做出個造型，節省時間之餘，又可以輕鬆做到自然嘅造型效果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可以為大家提供到有價值嘅資訊啦。